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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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船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一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船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一命。为明仔载开始，我送你去上班，接你下班。你是我什么人？较早我毋是你啥物人，啊，毋过为即摆开始，我是你的男朋友。是啊，你讲啥？我讲为即摆开始，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要追求你。拄则迄啥物人？伊谁人要甲你讲，甲我出去爱较细意的？我看会出来，你敢若做介意的，对无？啊，搁有啦，带你去舞会跳舞，迄个姓周的，又讲是啥物人？甲你有啥物关系？这位先生，借问一下吼，我好亲像无要答应做你的女朋友，而且你拄则问我代志的口气，嘛毋是要做我的男朋友，敢若是要做我的阿爸？你别讲阿爸！自细汉都无一项物件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，和阮阿爸无共款，所以我无希望，搁有任何人来抢我的物件。拄则迄个是甲我斗阵大汉，我将伊当作是朋友。迄个周先生只是一个朋友，我甲伊无任何关系。也讲，我是人，毋是一项物件，请你以后嘛莫将我当作是你的物件。哦，阿叔兄，你这只土鸡吼实在是足香、足甜、足好食。阿叔兄，你莫搁等啊，先入来内底坐一下啦。哎呦，我知影你咧烦恼阮阿姊对无？阮阿姊的脾气吼，我上了解啊，毋免烦恼啦。虽然即摆吼是甲一个查甫咧出去对无？迄个查甫的吼。若是无受伤哦，都已经算讲是运气真好啊咧。对啦对啦，阿嫂呀，哎哟，自从迄玉珍啊吼含迄查甫人出去了，你就一直徛倒遐啦。哎哟，你的脚袂酸吼，我目睭嘛看甲酸咧。我都枵无？哦，对哦，食饭啊，来啦来，先来食饭。你莫食你来啦来啦，来，谢谢你啦。我答应啦。你一定爱会记我甲你讲的每一句话，我要对着你。
我讲的到，我都做会到。你转来，转来就好啦。头家，真歹势哦，我先来转。阿姊，阿爽遐受伤啊呢？人伊伫遮等你等偌久的呢？即摆吼阿爽遐是正经吼，着重伤。李玲姐，你真正咧学谈恋爱？谈恋爱？我来将伊介绍互这囡仔，无得卡，因会后斗相共。恁巴肚会枵无吼？母啊，等你即款气氛之下，你问这敢对？我带恁来见一个人。见一个人。来，你遮。母啊，你就是讲要从阮熟悉一个人，人呢？这间茶房遐个偌大，臭毛毛，谁会住遮啊？哦，无怪哦，无怪这阵啊吼，你有摕一个查甫人的衫来互我洗。哦，安尼煮饭的时阵哦，迄喙角佫安尼微微啊笑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唱一个查甫人家遮哦。哦，讲，人唱伫倒位啊？嘿，你也紧出来哦，嘿，紧出来个啊，莫味啊，是味啊乱来。小心啊！你拿出去，你能给我出去？我讲出来无听得心。走，真是走。也好啦，免得我逐天替你烦恼。搁再讲，我甲伊嘛无可能有啥物结果。伊甲阿爽兄就动个拢无共款，逐摆我碰到伊，拢无法度拒绝，好亲像伊逐摆拢食我够口。我绝对袂当好任何人，搁抢走我想要得到的人，尤其是我一定会得到伊。是安怎我袂当得到伊？是安怎伊当得到有救？敢讲？有钱真正毋知要伫教伊，我看我真正无希望啊啦！阿母，早顿咧做工，你家己去用。我已经食过啊啦。啊，你敢食？阿母，迄个人到底是啥？
啊，伊住伫咱兜茶房，阮阿公从来毋捌听你讲过。我只是可怜伊啦，我看伊无所在好住，也无钱好食饭，我毋知叫伊住喺茶房。啊，即阵仔拢你咧照顾伊，摕饭互伊食，啊，搁替伊洗衫。啊，你为伫人就走啊，什么代志拢毋免提起啊啦。阿母，你好亲像无啥欢喜，是毋是因为伊走去的关系？我哪会无欢喜咧？啊，捡一个人互我操烦，我颠倒想要炮来放咧。阿母，咱母仔囝遐尼久啊，你的脾气哦，我足了解啦。其实阿爸已经死遐尼久啊，啊，我嘛拢已经大汉啊。假使你若碰到适合的对象，你通搁嫁啊。若毋是定定咧讲老伴老伴，啊人啊食到老来，身躯边若有一个人甲伊做伴，一定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啊。我想哦，阿娟伊一定会当接受的。我无较好命啦，我是看伊可怜，而且伊迄个形袂输阿娟伊死去迄老爸，所以我毋知，可能只是天公伯啊，你甲阿娟算笑，非得代志拢过去啊，我也袂想遐济啊啦。你放心啦，但阿母食啊真侪回，什么代志拢看真济啊。无参像恁少年人，啊拄着感情的代志，就安尼买死买活。颠倒是你啦，啊参像阿山的啦，周先生啦，啊搁迄个怪怪迄个先生啊，你家己嘛着爱较注意咧。讲心事，讲心命。讲生命，付出心心一点点。志强啊，志强，替恁母泡一杯仔茶来啦。志强啊！老啊，无路用，困一下去感着，规间厝内面敢剩我一个人，袂输孤单老人。喂，天生是我啦。等你是搁敲电话来要创啊啦？啊，做我人破病甲足严重的，你来看我好无？等你身体无爽快，你就叫医生看就好。等你找我要创啊啦，我也毋是医生啊啦。等你是对啊，毋对啦？我已经破病甲遮尔啊严重，连行路都无法度啊行路。你叫我去看医生，你是有良心嘛无啦？但我哪有无良心啊？我若真正无良心哦，我嘛袂饲恁母仔囝10外年。你若想讲命，干那我10外年来摕互你的钱，你嘛会当买你几叶口地啊？你若安尼3怨2怨，想着你要敲电话甲我乱，你是咧乱心酸的心。有钱了不起是无？我甲你讲啦，有一款物件是用钱买袂着的啦。假使讲哦，有一天我若破病死你遮，你互我搁较济钱嘛无路用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袂甲你讲这，你干那出一支嘴啦。你个人哦，就是贪心啦，我互你愈多，你愈贪心啦。过日哦，过即嘛开始我就按个月钱互你，剩的哦，我拢不爱插啦。廖准讲哦，你无来看我，就对你无法度。恁祖嘛即马就来去找，看你会当比较大时。是安怎遐尼晚也袂来啦？
讲有天生惊着，伊唔敢来啊。头家娘，我来啊！你来啊！我等你足久呀呢。啊，你早顿还袂食哦？我来准备早顿给你食。啊，唔免啦，我食过啊啦。来坐啦，陪我开讲啦，吼。来，头家娘，我有一项物件要送你。啥物件？吼，伊住在遮哦，住到遮尔大间，我就爱住迄间鸟仔厝。讲啊，这杨天生哦，死无良心，死无良心。哼！你坐下。啥啦？朱太太啊，你哪会使安尼啦？你脚摕出去，你朱太太，你哪安尼？哎呀，你放手啦！你也唔去探听看卖啊！我是你头家什么啦？那个，我叫你放手是无听的哦。头家娘啊！哈，时代无共啊啦！这细姨大的厝哦，比大某搁较水较舒适啊。我讲这杨天生吼，无良心，伊还阁唔承认。歹势，我今日无法度招待你，我身体无爽快，请你转去。你身体无爽快，我比你搁较喜咧。你要爱我走，我敢若唔啦。啊，你是啥？入你来人兜就大细声，人主人就请你转去啊！啊，你搁厚面皮坐伫遮。我咧厚面皮啊！啊，无咱这问你是啥哈？我是以前看吼。哎哟，厝内面就已经一个使用人啊，即摆搁加你一个看护。无啊，咱借问者，当你是金鸡还是玉叶哈？一困就要请到2个使用人啊！哈，当我破病到要死啦，连一个人通照顾都无啦。这话讲倒转来吼，以我天生对你还阁不止啊好吼，但无我破病尔都唔敢丢丢。你是讲啥物？也袂啦，你也受骗，有够啊啦，有简单啊啦。当阮天生啊，这里用10多年啊，你嘛享受够哈？你莫一直用吼，找迄2个囡仔做借口啦。我甲你讲，囡仔无啥物稀罕，但你有我嘛有啊。而且你迄2个，也毋是你甲天生生的啦，阮囝就是我甲天生生的啦。哼，你莫一直遐假鬼假甲我讲。你的过去吼，无人知影，我上清楚。你这个偷听遐去，大家挂出来查某，有啥物了不起哈？你敢搞我？你做乜嘢？不要了，怕了！你敢不打过来？妈说了，叫我们去电视门口，伊叫你走，叫你走。安怎？看你哪在笑？来呀，过来呀！你怎么在这么等你？喂，我杨天生。啊？哦，我随等，我随等。讲心事，讲心事，讲心命，提出心。我看转过了哈，我给头家你往哪？头家睡等来哈，这里好了。看里面好，哎呦，一天吼。啉者。我袂要紧，想要到，你是人的死。你哪尼讲啊？啊，头家娘好心甲你抹药啊，啊，你说过这种话？啊，算了，你莫讲嘛，你甲物件收收的。头家娘啊，啊，你哪会这么好量啦？叫你去就紧去。好啦。我来甲教授，我毋是人的死。我甲恁头家无翁仔保命，嘛无翁仔保囝。既然你毋是翁仔某，是安那你要对伊出轨？是安那大拢叫你头家？你若是讲你毋是翁仔某，是谁要相信？
不留恋过去，不怀疑现在，不幻想将来，实在留恋过去，慌乱现在，看清将来，悲哀。风的一句是红声，路见不平人讲正，咱若无行袂出名。我啥物拢唔惊，我啥物苦嘛吃，搁较重嘛敢担，搁较远嘛敢行，无论是半